你有冇覺得人生應該有更深層嘅意義，有一個更遠嘅目標？活着覺醒呢一本書係嚟自印度教嘅教宗 The Supreme Pontiff of Hinduism SPH Bhagavan Sri Nityananda Paramahansa。我哋平日會稱呼佢為Bhagavan或者係 Swamiji。呢一本書係一本人生指南，幫我哋揾到真正嘅自己。歡迎收睇活着覺醒影片系列，而家就同我哋一齊去探索智慧嘅真理，解鎖幸福同埋圓滿嘅人生。活着覺醒呢本書話俾我哋知，意識唔單止係我哋嘅良心，而係一種內在嘅覺知，俾我哋超越思想、身體同埋慾望。呢一個係心入面嘅火花，指引我哋同浩瀚嘅宇宙聯繫起嚟。Swamiji 講，你嘅存在並唔係偶然，你係宇宙意識嘅奇蹟。呢本書要表達嘅唔單止係文字上嘅意思，而係一場體驗，一段旅程。當我哋感受到萬事萬物好似宇宙海洋嘅波浪互相聯繫，就可以跨越文化、膚色同埋信仰，體會到眾生嘅合一。活着覺醒係同宇宙嘅流動能量同步，俾你嘅人生每一刻都充滿喜悅同埋圓滿。活着覺醒呢一本書提供咗深刻嘅真理同實用嘅工具，幫你克服個人嘅障礙，化解情感衝突，仲令你明白你喺宇宙入邊嘅位置。從人嘅情緒感受到因果業報、人生目標，以至開悟嘅技巧，活着覺醒呢一本書提供咗真理嘅展述，係靈性新手同埋資深修行者嘅實用手冊。活着覺醒係活生生嘅智慧，每一章都帶我哋走向開悟。呢一個影片系列會將書入邊嘅教義帶到你面前，由冥想嘅練習到生活嘅解答，幫你同宇宙和諧共存。Swamiji 講，你係一個意識嘅奇蹟，我哋就一齊解鎖無限潛能，用巔峰狀態去體驗人生。而家就訂閱呢一個頻道，開始意識蛻變嘅旅程。